慈悲特殊禧年詔書第25節，教宗方濟各期望眾信徒能夠喺慈悲特殊禧年內，專務喺日常生活中活出天父恆常賜俾我哋眾人嘅慈悲。天主從來都唔厭倦向人類啟示佢嘅愛，佢愛我哋，並渴望同我哋分享佢嘅愛。教會感受到有急切需要去宣講天主嘅慈悲。教會只有成為有信服力嘅先驅，通報慈悲，佢嘅生活先會係真實無偽，值得相信。教會認識自己嘅首要任務，就係默觀基督嘅面容，從而將天主慈悲嘅偉大奧蹟介紹俾每一個人，特別喺充滿巨大渴望同種種矛盾徵兆嘅時候。教會被召叫係要活出慈悲嘅可信見證，宣講慈悲，活出慈悲。慈悲正係耶穌基督啟示嘅核心，喺聖三嘅心中，從天主奧蹟深處，慈悲嘅洪流匯聚，源源不斷咁流溢出嚟。每當人有所需要，就可以接近呢個慈悲之泉，因為天主嘅慈悲永無窮盡，環繞着慈悲奧蹟嘅深邃，同佢所湧流出嚟嘅豐盛，同樣永無窮盡。喺呢個禧年裏面，願教會回響住天主聖言，呢個係洪亮清晰嘅信息同標記，為要講出寬恕、支持、援助同愛情。願教會從不懈怠咁延伸天主嘅慈悲，並耐心咁獻上憐憫同安慰。願教會成為所有人嘅聲音，滿懷信心，不停咁重複詠唱。上主，求你憶及你的仁慈和恩愛，因為他們由亙古以來就常存在。生活反省，慈悲係耶穌基督啟示嘅核心，佢以言以行彰顯天主嘅愛。作為跟隨耶穌嘅信徒，你有冇以你嘅生活作為祭獻，去回應天主永存嘅慈悲呢？教會係天主慈悲嘅可信見證，你有冇喺日常生活中活出信望愛三德，並參與傳揚天主嘅仁慈同恩愛呢？